好个婆啊，你免阁客情啊啦。哦，你要客较当时，啊，你若爱食我会互你食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你吼要食我嘛要食较好食的咧，选食嘛无好食，桌顶遐有一罐油真大罐。啊，你迄油吼，着去甲烘好滚，烘好滚哦，啊，你才摕起来互我，啊，我静静的才互你食，啊，你食着我嘛安尼加偌芳咧，啊，食着气味嘛较好，看有对毋对？今仔你咧讲嘛是有理哦，哎哟，那迄价真贵哦，加偌芳咧，加偌好食，啊，姑婆若食着你诶，一定哦。目睭啊微微，嘴啊开开，哎哟，我会加食百里哦，紧嘞紧嘞紧嘞！真想遐吼，好姑婆啊，真想遐煎油，啊，都摕去互迄金仔呢。姑婆啊，啊你油摕着啊未？啊有香滚啊无？有啦有啦，我香好啊。吼，啊金仔外巧咧，就甲伊讲，姑婆啊姑婆啊。啊，我念伊煎哦，芳芳芳，着要互你食哦。啊，你哦，着目睭啊微微，嘴啊开开，等我煎哦，芳芳芳，互你食哦，心凉鼻肚开。油全甲伊倒落去啊，倒落去脑后，好姑婆着啊噗噗跳，哎哟哀哀叫啊，等下小小时啊。吼，啊，迄好姑婆死啊后，啊，金仔大害啦，啊，我着家一个蹛这井仔顶遮，佫跳佫毋敢跳，啊，要安怎？吼，无定无伫一阵大风来，就安尼呼坐阵咧，将金仔甲伊吹起到天顶。听讲是讲吼，金仔全去天顶伫咧做月娘啊。过工的下暗吼，啊因老母转来，哇，啊两个走囝哪会拢无？金啊玉啊，安尼直直叫拢叫无啦。啊，当两个走囝是为倒位去？因老母就大声哭讲，哇，阮两个走囝哪会无去啦？安尼。啊，金仔伫迄天顶有看到因老母，咱甲因老母讲，乌云乌咧咧，白云是阮阿爹；乌云乌扑扑，白云是阮老母。阿母啊，你毋免烦恼啦，我即马伫天顶做月娘，啊，我伫遮真快活，袂艰苦。啊，你的娘婿吼，我拢有甲你准备好啊呢。我吼摕遮米互你，就是要互你食一世人诶。阿母啊，你一摆若要煮是煮一粒就好哦。你若煮伤济吼，会变真济哦，安尼都袂用诶，你食袂完哦。啊，我吼玉帝有旨，叫我爱去，我要来去啊。哎哟，啊因老母吼，拢无爱听因查某囝诶话啦。啊，毋知讲吼，迄米是鲜素诶啊。啊，啥物吼，叫伊煮一粒，伊煞规拢倒落去煮啦。啊，煮落去吼，迄这就是。一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啊千千万万啊，看要底倒去啦，无底哦，到尾啊因老母安底甲无咯，连屎桶尿桶拢摕来底啦，啊忽然间哦，迄雷旋咧弹甲呼呼叫哦，讲因老母哦，伤过讨债啦，咱这个会食的物件乌白壳，屎桶尿桶拢壳落去。啊，连讲都安无用，阮伊全呢，为因老母全嘿，都甲伊卡死啊！阿孙诶啊，阿嬷安尼甲恁讲哦，都是讲做人袂使安尼伤讨债，啊，会一个物件安尼乌白淡意思，就是说，亲像今仔老母安尼啦。啊，迄雷公哦，看到伊讲哇，安尼遮尔讨债，毋则全甲伊讲是，啊嘛袂使讲安尼看到物件都伤妖鬼哦。那安尼吼，对像好姑婆安尼，去互油甲伊淋死哦。后摆大家拢爱惜福，知无？吼。